2020马嘎巴里太鲁阁族感恩记忆文化活动第一场于10月10号在同门国小盛大展开。秀林乡长王玫瑰、原转委员德拉优岛、族群委员吴雅文、县府原民处处长陈建春、县议员简志龙、田玉兴、代表会主席赖俊杰、各立委助理及各区代表跟村长皆一同到场共襄盛举。这次的文化季，除了公所重点辅导我们各村办公处以及村长，结合学校、结合社区、结合部落事务组长、结合各个社团之外，非常多的耆老也一直在做非常多的协助，所以这是大家的共识下，今天才会看得到大家现在在这里所布置的场地。我先用我们太鲁阁族的歌来欢迎各位意思说林妹马古，林妹是亲爱的，马古是你们是我亲爱的好朋友，我们非常的高兴看到你们，愿我们的快乐分享给你们，也愿你们这一生都很快乐今年度的活动除了传统乐舞竞技、体验区、农特产品、美食区之外，同时为彰显各部落的文化特色，将记忆活动回归传统，改以部落为主体办理。自2020年起，为使文化根植在部落，凸显本乡各部落的特色，今年率先由同门村、秀林村示范办理。2021年太鲁阁族感恩记忆活动则交由各村办理。2022年由本所办理全乡性的大型记忆活动，而后单数年为各村办理，双数年则为全乡性的大型记忆活动。期盼透过各项文化活动内容，能够影响各个年龄层的族人及族群，促使太鲁阁族的后代子孙加深自我文化认同及使命感，并让全世界看到德鲁古的传统文化智慧。秀林乡公所梅宣主报道。秀林乡的 Line@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！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，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， 赶紧加入我们，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。还在等什么？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！